等方嘛嘞，咱们的这些的来都是。那这边呢，就是有个问题想要请问哥斯拉，就是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念诵上师的咒语，就像是念上师的心咒。那我们念上师心咒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祈请。那也就是说，能够获得加持的意思，就希望说能够将上师的功德呢，然后能够去入于自己的心绪。所以，我们念上师的心咒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祈请，然后能够获得加持。那除此之外呢，念诵上师的心咒呢，也有为我们能够净除障碍的这种功用。那或者说呢，我们平时遇到一些违缘，那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呢，那也是透由就是念诵上师的心咒，然后祈请上师加持，然后愿我们能够断除这些违缘。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进入到安乐道论的正文，那我们就看到第9页的地方。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一开始讲述安乐道论的时候呢，那安乐道论呢，它本身呢就是有2个主要的科判。那第一个科判呢，就是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规律。那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既清净以如何修心次第。那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已经解释完了。那第二个科判呢，既清净以如何修心次第呢，又分为2个，那就是又分为呢，与有暇生劝取心要，那以及呢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第一个呢，就是与有暇生如何劝取心要呢，它又分为2个科判，那就是如同上次所讲的，就是它也是分为正修时应如何，以及未修中间应如何。那正修时应如何呢，又同样分为加行、正行还有结行这3种。那除了正行呢，就是正行它的所缘形象不一样之外呢，那加行跟结行呢是都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9页的最下面，那就讲到说，于座上修时呢，如何行持之理分3及前行、正行、后行。那如上所说呢，就是如之前呢，就是我们在第一个科判，也就是第5页这个地方呢所讲述的一样，就从第5页开头呢，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呢？就讲到说前行的时候呢，它又分为了就是加行6法。那我们这边就稍微重述一遍。那在做加行6法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我们要打扫净处，然后呢庄严安布身语意象。那就是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去打扫。那打扫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说，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为了迎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也是为了我将来呢要修习到次第的地方，所以迎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如果说迎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呢，若我不把这个地方给整理干净的话呢，就变成说对诸佛不恭敬。所以呢，一开始呢，就是先以一个好的意乐，然后去做打扫。那打扫清净之后呢，就把佛像呢，就是安布在上方。那把佛像呢都放好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加行，就是由无产狂求诸供具端正陈设。那就提到说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摆设供品。那在摆设供品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摆设供品的时候呢，不要具备这种坚定的心，或者说具备这种透有产狂的方式，就是5种邪命而获得供养的这种方式来做供养，而是以不具备产狂，就是不具备5邪命，然后呢也不要吝啬的呢，然后把这些供品呢都摆上去。那一般我们讲述供水的供品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像是2水还有5供等等。那把这些呢都摆放上去之后呢，那到第3个呢就提到说具足8法，或者说呢用比较舒服的这种坐姿呢，然后坐在就是适宜的安乐坐具，就是坐在坐垫之上呢。那这个坐垫的部分呢，我们3堂课呢就是之前讲述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漏掉，就是我们在做坐垫的时候呢，在坐垫的下方呢是要放双股金刚杵，但是呢，这个双股金刚杵呢，就是唯有佛呢才能够坐在上面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以代替品，然后就是画一个万字，就是我们知道佛教的那个万字，那是用右旋的万字。那在下面呢就是铺这个右旋的万字，然后还有放吉祥草。那为什么要放吉祥草呢？那放吉祥草的时候呢，要把它的草尖呢就是朝向前方。那
放吉祥草最主要的目的呢，这个百节草或是吉祥草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有净除罪障的这种作用。那因为说百节草呢，它上面有很多，它是一节一节的缘故，所以这一节一节的缘故呢，也表示说，希望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绪呢，可以在修行的更久。那也有另外一个缘起呢，就是代表长寿的缘起。那这是坐垫方面。那其他呢，就像之前所讲的，就是具备了像是譬如七法或者是八法的这种坐姿呢，然后端坐在上面，然后呢，以殊胜的善心。那殊胜的善心呢，讲的就是菩提心，就是我们要特别呢具备菩提心，就是讲到说要皈依和有发心的部分。那要皈依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要先升起皈依境。那皈依境呢，就是升起资粮田，那就如同在道次第呢，它的第一页这边呢所讲述的地方，就是我们先观想对面虚空呢，就是有世尊，那有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的四周呢，就是围绕着深见派、广行派，然后后方呢就是围绕着加持派的传承祖师，那前方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然后还有一切具法缘的传承祖师围绕。那在他们的周围呢，就是同样就是四部密续的本尊，然后诸佛显教诸佛菩萨，然后呢圆觉、声闻、圆觉、永复、空行，然后护法等这些智慧的本尊呢，就是围绕。那升起了资粮田之后呢，这边是归境的升起资粮田。那我们在升起资粮田之后呢，那到第四个呢，就是再升起资粮田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刚刚做皈依的时候升起资粮田，那有两种做法，一个呢就是收摄资粮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用收摄资粮田，就是还是一样明现之前的资粮田，然后呢到就是诸本尊呢所安住的净土呢，然后引请智慧尊呢，然后到誓言尊，然后融入。然后融入之后呢，就是上师呢，我们就是引请我们的头顶呢，就是有上师，然后上师呢，就是对诸佛呢做祈请，就是呢祈请诸佛能够加持我这个要修行的弟子。那这样子的观想之后呢，那就明现资粮田，那之后呢就是做七支供养。那七支供养呢，也就是我们讲到尽最极致的扼要。那这边呢就是第五个加行，现起资粮田之后呢，那第五个呢就是尽最极致的扼要呢，也就是七支供养。那我们就是做七支供养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做祈请。那在祈请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那祈请呢，就是先收摄，也是一样，先收摄资粮田，然后将一切的主尊呢，就是所有的本尊呢，就是往上面收摄。那左右边的本尊呢，就是往中间收摄。那最后呢，都融入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呢，再融入到我顶门的上师。那融入到我顶门的上师之后呢，那我们就是做祈请。那从一开始的三大义之门呢，做祈请。那三大义之门做祈请之后呢，就是做三大义之门的祈请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透由功德之本颂的方式呢，以念诵功德之本颂的方式呢，然后来做祈请。那到最后面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丁觉祈请。那在丁觉祈请的时候呢，就是到我们正文的第7页，然后就是观想呢，就是观想上师世尊和世尊无二的上师呢，在我们顶门，然后我们就是异口同声的呢，就是念四身体性上师天中天，然后一直到最后呢，皈依总集上师天中天能人金刚石佛前祈请。那这个呢，就是第10页呢一开始这边所讲述的内容，就是把之前的前行呢、加行的部分呢，我们在就是每一个所要修的法类的时候呢，都要重新再修一次。那接下来呢，就看到第10页的第一个呢，第一段呢，就讲到说到皈依总集上师天中天能人金刚持佛成祈请的部分呢，都是如一开始我们在修习一指善知识的时候呢，那所做的呢都是一样的。那唯一有差别的呢，就是我们在念完就是丁觉祈请之后呢，那最后我们是观想说，对面虚空的导师释迦世尊呢，融入到我顶门的上师。那我顶门的根本上师呢，他就心绪之中呢放光，然后呢
又发现出了，就是我所有，就是看你是有10个还是20个上师呢，就观想这些上师呢，就全部都在前方，然后我们就开始观修，就是从一开始呢，就是去思维到说一止善知识的胜利，以及不一止善知识的过患，然后呢，还有去思维呢，就是意乐清净轨理，还有加行清净轨理。那在思维意乐清净轨理的时候呢，就是透由各种的理路，然后呢，还有各种经论呢为依据，然后成立呢就是上师呢就是佛。那上师呢，它本身就是金刚持佛。那不过呢，是为了服顺于我习气的缘故呢，服顺于我的根气的缘故呢，所以呢才示现了现在的凡庸相。那所以透由理路呢，还有论点依据的时候呢，去思维的时候呢，那这就是所谓的观察修。那等到我们的内心呢能够升起呢，上师就是佛，升起这样子的定解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做止住修。所以在修习的时候呢，就是透由观察修和止住修呢，二者呢互相配合，然后来做修行。那透由这样子的修习之后呢，那在正行的时候，透由这样子的休息之后呢，那最后呢就是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观想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这些根本上师呢，它融入到其他的这些上师呢，融入到顶门的根本上师心间。那顶门的根本上师呢，又融入到我的心间。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心绪呢，就是放出光明，然后照射到一切的有情。那照射到一切有情之后呢，那一切有情呢，就和我一样都转变为释迦牟尼佛的身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起念诵唵摩尼摩尼玛哈摩尼娑哈的释迦心咒。那最后呢，在结束的时候呢，就一整天最后面在结行的时候呢，结尾的时候呢，那就是观察说，我今天在修行的时候呢，正修的时候呢，是否有好好的修行？要是有的话呢，那就做随喜。那如果没随喜，然后希望呢，明天能够和今天一样呢，就是能够这样好好的修行。但是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呢，那就是去观察说是哪个地方没有做好，或者说有不如理的地方呢，就好好的忏悔。然后也希望说呢，明天在修行的时候呢，不要再犯下这样子的过失。那这个呢，是在修习意志轨理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那现在开始呢，就是要修习暇满的部分呢。那在暇满的时候呢，它唯一的差别呢，就是说在观赏的不同。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第10页的第2段。所以就讲到说，我们在能仁金刚成佛前期请之前呢，都是一样的。那之后呢，就是也去思维到说，我和一切如母有情呢，从无始以来呢，就是从无始以来的轮回呢，都是长寿。就是猛力的这种轮回大苦，长期的受这种猛力的轮回大苦。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在心绪之上呢，没有升起暇满义大，还有暇满难得的这种正功德的缘故呢，所导致的。所以今天呢，就是祈愿我还有一切的如母有情呢，在我们的心绪中都能够升起暇满义大，还有暇满难得的这种正悟力，然后呢，祈求上师佛呢，顶门的上师佛呢，能够加持。那由祈请的缘故呢，那顶门的上师佛呢，就降下五彩的甘露，然后呢，也是降入我和一切有情的心绪，然后将我无始以来呢所积一切的罪障，那特别是呢，能够升起暇满义大，还有暇满难得的这种障碍，然后呢，障碍罪业，然后呢，疾病还有非人干扰的这一些障碍呢，都能够清除，然后我们的身呢变为光明的体性。那同样的呢，也观想就是降至甘露的时候呢，我所有的寿命、福德等一切的功德呢，都能够增长。那特别呢是自他的心绪呢，都能够升起暇满义大，还有暇满难得的这一种正功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10页的第3段，就是呢，我们已经讲述完了，就是在暇满的部分呢，暇满劝取心要的时候呢，讲到说分为就是正修时应该如何，那未修中间又如何？那正修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完了前行，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正行的部分。那在正行呢，就讲到说呢，分为2个科判，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暇满义大，那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暇满难得。那虽然说呢，在安乐道论呢只有讲了2个科判，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科判呢，就是再讲的更广一点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再加入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证明暇满，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做暇，什么叫做满，先了解到暇满的体性，然后呢再来解释为什么要去思维暇满义大，还有去思维暇满难得。那
我们为什么要讲述暇满呢？讲述暇满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破除我们的4种邪见。那这4种邪见呢，是哪4种邪见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我在还没有死之前呢，就是我只要思维今生的安乐就可以了。我只要把今天所有的受用呢都追求好，我不用去思维来生的这一些事情，完全不用去思维后世，思考到后世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不用修法。那这是第一种邪见。那第二个邪见呢，就是虽然知道说呢要去修法，但是觉得呢虽然要修法，但是去修法的那一个人呢应该是不是我，所以呢虽然要修法，但是呢我不用去修法。那这是第2种邪见。那第3种邪见呢，就是知道说，也知道说今生，也知道说要修法，但是呢会升起说，虽然说我知道要修法，但是呢今生不用修，我等到来生的时候呢我再来修。那这是第3个邪见。那第4个邪见呢，就是他也知道说今生呢要修正法，但是呢我在修正法之前呢，我要先把我今生所有的这些受用都能够安乐，我的受用，我的这些安乐呢都圆满之后呢，那再来修法，那就是有这4种邪见。所以为了断除这4种邪见呢，所以讲述了暇满。刚刚讲述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习暇满呢？那最主要就是为了净除4种邪见。那第一个邪见呢，就讲到说，我们只要承办今生安乐就可以了。所以今生呢，我只要承办今生的安乐，我并不需要呢去修习正法。那对于第一个邪见呢，该如何断除呢？第一个断除第一个邪见的方式呢，就是提到说呢，要修习正法。那第2个呢，就提到说，虽然要修正法呢，但是呢，我没有能力去修，或是我不用去修这种呢。那第2个呢，就是讲到说，能修，我们是能够修习正法的。那第3个呢，是想要说，今生不修，来世再来修。那透有什么方式断除呢？就是讲到说，今生呢就要去修习正法。那第4个呢，是讲到说，今生我也知道今生要修，但是等到我获得了就是今生的这些受用安乐之后呢，我再修习。那第4个呢，就是讲到说现在要修习。那为什么讲到说第一个是要修呢？第一个要修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提到说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修习正法呢？因为一切的有情呢，都是希求离苦得乐的原因，所以透有离苦得乐的这个原因呢，然后来成立到说呢，我们要修习正法。那第2个呢，为什么我们能够修习正法呢？那我们能够修习正法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我们外缘呢已经具备了善知识，然后内缘呢我们已经具备了就是远离八无暇，具备了10种圆满的这个18种圆满相的18种暇满相的这种暇满人生，已经具备了这个暇满人生的缘故呢，所以内缘具备，然后外缘呢又有善知识的缘故呢，所以成立说我们是能够修习正法的。那第3个呢，为什么说今生要修呢？今生为什么要修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暇满人生，如果今生不修习的话呢，那来世我们能不能够得到暇满生呢？这个是不一定的。而且呢，暇满人生呢是很难获得的缘故呢，所以要修习正法呢，一定要今生修习。那第4个呢，为什么要现在修呢？现在要修习的缘故呢，虽然说我现在得到了暇满人生，但是呢，死无定期，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死，无常呢什么时候会到来不一定，所以呢，现在呢就要开始修习。所以去除的4种邪见的缘故呢，所以讲述了修习暇满以及无常这2者。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0页的第3段，就是提到说呢，其次正行分2。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暇满义大，所以我们就看到暇满义大的地方呢，讲到说思维暇满义大，在正修习着，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在正修习的顶门上师佛之上，意思就是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观修呢，就是上师佛呢在我们的顶门。那观修上师佛在我们顶门之后呢，我们就是做如是的思维，就是能有闲暇修习正法呢为暇，缘具修习正法的内外条件圆满呢叫做满。那总之呢，暇满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分开看。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具备了修习正法的时间，我们这些闲暇的时间能够修习正法呢，可以称之为是暇。那满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具备了修习正法的这个内外缘因缘都具备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满，就是你的
内外因缘呢都圆满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满，所以合起来呢就称之为是暇满。那这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可以归类到就是证明暇满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暇的体性以及满的体性呢，所以这个可以归类到证明暇满这一部分。那我们这边呢讲到说，第一个呢，能得闲暇修习正法呢为暇。那我们讲到说具备闲暇呢，就是他远离了八种无暇。八种无暇就是没有时间呢去修习佛法呢，叫做无暇。那因为远离八种无暇的缘故呢，所以叫做有暇。那所谓的八无暇呢是哪八个呢？那八无暇呢，它分为属于人的四种无暇，以及属于非人，就是不是人的四种无暇。那属于不是人的四种无暇呢，那我们就讲到说，像是地狱、恶鬼、畜生，就是三恶道，然后呢加上长生天呢，这是属于非人，就是不是人的四种无暇。那属于人的四种无暇呢，就是你生在人中属于人的四种无暇呢。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生在边地。那第二个呢，讲到就是根不具。那第三个呢，就是提到说是邪见。那第四个呢，就提到说是生在没有佛教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边地，然后呢，根不具。具邪见者，还有无佛教呢，生在无佛教的地方呢，这四个呢是属于人的无暇，所以加起来呢就是八个无暇。那去除这八种无暇呢，就是所谓的有暇，也就是暇满暇的意思。那在八无暇里面呢，就是属于非人的四种无暇呢，那就像是地狱、恶鬼、畜生呢，我们这边就不多做解释，我们这边就不多做介绍，因为在之后呢，在讲述三恶趣苦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地狱、恶鬼、畜生呢，他们的痛苦，那个时候呢，再来广解。那我们来看到第四个呢，就是属于非人的第四个无暇呢，长寿天。那所谓的长寿天呢，指的就是说像是属于凡夫的色界天人，还有无色界天人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长寿天。那特别呢是讲到说，像是在无色界天里面的无想天呢，那这些呢，他们是都完全没有办法呢去修习正法的缘故呢，所以是属于在无暇。那以及说像所有的欲界天呢，也都可以归类在就是归类在长生天里面，就是为了五欲呢，然后嬉戏这种完全将心思呢放在游戏嬉戏的这种欲界天呢，那也可以全部呢都是包含在长寿天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属于人的四种无暇。那人的四种无暇里面呢，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是邪见。那具有邪见的呢，就是呢他不相信有前后世，那也不相信呢有三宝，就是不相信有前后世业果三宝这种呢，那他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学习佛法。所以这是属于人的第一个无暇呢，就是具邪见者。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无佛教。那无佛教意思呢，就比如说世尊已经灭度之后呢，那世尊的教法已经隐没不再存在了呢，那这种当然没有办法学习佛法，所以讲到无佛教。那第三个呢，讲到说边地。边地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出生在一个呢，就是完全没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他所处的这个地方呢，是连佛的名字或者说法的这个声音呢，他都完全没有听过的这一种，就是完全听闻不到佛法的呢，那他自然没有办法修习。所以这个呢是讲到说是边地。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是根不具。根不具意思呢，就是诸根不具。就比如说我们一根呢，要是不清醒，就是头脑不清楚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明辨是非的话，或者说就是有一些精神上面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学习佛法。那第二种呢，就像是聋哑的这些人士，那因为聋的关系呢，耳朵听不到，所以没有办法呢听闻佛法。那哑呢，因为没有办法讲话的话呢，那也没有办法去念诵这些经文，所以呢，这是属于人的第四个无暇，就是根不具。那我们身为人之后呢，要好好的修习佛法呢，那除了要断除呢，就是没有办法好好修习佛法的八种无暇之后呢，就是要断除为缘八无暇之后呢，那这个是不够的，那还要具备呢，就是能够修习的顺缘呢，就是十圆满。那能够修习的十种圆满里面呢，又分为就是内顺缘以及外顺缘。那内顺缘呢，就是提到说呢，自己呢心绪所具备的这一些圆满呢，也就是称之为是智圆满。那外顺缘呢，就是我们
不是心绪所受的这些圆满，是外在呢所具备的这种条件呢，称之为是他圆满。所以呢，又具备了内顺缘智圆满、五种智圆满以及外顺缘呢五种他圆满，所以合起来呢是10圆满。那在讲述智圆满的时候呢，就如同是声闻地里面呢，就讲到说是人、身中、根据、业位导以及性处，就提到说呢五种智圆满，人，然后身中、根据、业位导还有性处呢，具备这5种呢，就是智圆满。那就如同呢声闻地里面讲的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投生为人，就是自己所具备条件。第一个呢投生为人，那第二个呢身中，就是提到说就是能够生在呢就是具备佛陀有4众弟子的地方呢，叫做身中。那第3个呢就提到说根据，那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去除那一些不具根，就是我们诸根就能够具足，就是我们的身心呢都是健全的，这一种呢是根据。那业位导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做过五无间罪的呢，叫做业位导。那凡是做过五无间罪呢，就叫做业导，就是做过五无间罪的这种称之为业导。那因为我们都没有行过五无间罪呢，所以是业位导。那最后呢，性处。那什么叫做性处呢？性处呢，就是对于说世出世间呢一切百法的所生之处呢，也就是毗那耶。那毗那耶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戒。但是这里的戒呢，并不是讲说我们在讲说经律论里面就是指着律藏的这个戒，并不是只讲说律藏的这个戒。那像在菩萨地论里面呢，就讲到说这边所讲的毗那耶呢，毗那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直翻的话，就是调伏的意思，或者说戒呢，直翻就是调伏的意思。那在讲说调伏的时候呢，有2种调伏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对于堕罪的这种调伏呢，那对堕罪的调伏，以及说对于烦恼的调伏这2种，那能够调伏堕罪的呢，就是属于经藏的部分；那能够调伏烦恼的呢，也就是论藏和经藏的部分。所以能够调伏堕罪的呢，是属于戒学；那能够调伏烦恼的呢，就是定学还有慧学。所以这边所讲的性处呢，对于毗那耶起信的这个毗那耶呢，指的是3藏全部，就是经藏、论藏、律藏呢，全部都是含摄在里面，并不是仅仅指律藏一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他圆满。那他圆满呢，也是出自于声闻地。那声闻地就讲到说呢，佛降说正法，教助随教转，有他具悲悯。那第一个呢，佛降的意思呢，就提到说佛出世。那佛出世之后呢，然后尚未涅槃之前呢，那就是所谓的佛降。那第二个呢，说正法呢，就是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透由佛呢宣说正法，或是佛陀的弟子呢，声闻弟子呢，就是这些宣说正法。那这是第二个呢，说正法。那第3个呢，教助，就是因为透由成佛呢，尚未入涅槃之前呢，那只要有这些，只要世尊还在，或者说这些声闻弟子还在呢，那还在讲说正法的时候呢，那就是比方说圣教呢还住世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教助。那第4个呢，就是随教转。随教转的呢，就是透由世尊呢讲述佛法之后呢，那我们可以见到有一些就算是顿根的一些行者呢，也能够因此呢而证得了果位。所以由此呢，对于其他有情呢，就升起了自己想要希求佛法的这种，就是能够随顺的呢去修习佛法。那这种呢，就是随教转。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呢，有他具悲悯。那有他具悲悯，就是能够说对其他的有情呢升起悲悯。那在这5个他圆满里面呢，就是如声闻地所说呢，声闻地所直接显示的这5个他圆满里面呢，第1个到第4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是不具备的，因为第1个到第4个呢是唯有世尊住世的时候呢，那才有办法具备。但是如果说是要完全如声闻地直接显示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呢，那就像是护主龙树，还有像是宗喀巴大师呢，他们也不具备这样子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具足5种他圆满呢，是指说随顺于声闻地所讲的。那只要是世尊呢，就是世尊的圣教还住还在世呢，那还有这一些
阿舍离或者说呢善知识呢能够讲说正法的时候呢，那都是属于佛这样说正法，那当然就是教主。那随教转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着这些阿舍离或者说看着这些善知识呢，然后把它当做我们的榜样跟楷模，那我们也是能够随着他们所教授的呢而去跟随着修习，内心能够跟着改变，那也是符合于随教转。所以第一个跟声闻地所说的第一个到第四个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如同声闻地所讲，它直接显示的这种世尊还在世，但是我们是具备随顺的这一种他圆满。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表示说我们也是具备了智圆满以及他圆满的10种圆满的满身，以及去除了8种无暇的暇身，所以我们是具备了这18种功德的暇满人身。那所以呢，我们具备了这18种功德的暇满身呢，就表示说呢，就像刚刚第二个，就是我们是能够修法的，因为我们具备了一切修法的条件。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具备暇满人身之后呢，那我们就思维到说，幸好呢我没有投身到三恶趣去，因为如果呢我投身在地狱道的时候呢，就是我唯有感受到冷热的这种痛苦之外呢，我是没有闲暇去修习佛法的。那如果说我是堕到恶鬼道的话呢，那我唯有去感受这种饥渴的痛苦之外呢，我也没有闲暇时间去修习佛法。那如果是投身到畜生道的时候呢，那也因为愚痴的缘故呢，没有办法修习佛法。那如果是投身到长寿天的话呢，那如果像是欲界天的话呢，那就是唯有行欲界乐之外呢，没有办法去修习佛法。那如果是投身到像是无想天的话呢，那投身到无想天就只有出生的第一刹那呢，出生的那个时候呢，会想到说，哦，我投身到了无想天。那接下来呢，就是完全在定中，那没有做任何的思维。那第二刹那所起的念头呢，就是啊，我要死了，就是我有这2个念头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念头，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修习佛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说自己呢，就是很幸运，没有投身到4种属于非人的4种无暇。那因为投身到那边呢，就没有办法修习佛法。那现在投身到人呢，那也还好呢，就是我并没有邪见，所以呢，我会修习佛法。那我也没有出生在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无佛教的地方呢，我也没有出生在那里，就是听不到佛法的地方也没有，我也能够听闻佛法。那同样的呢，我也没有投身在边地，就是完全听闻不到佛法的地方。那我也没有说就是耳朵听不到，嘴巴不能讲话，或者说神志不清，这种状况都没有。所以呢，对于修法的8种违缘呢，我完全的净除。那除此之外呢，能够修习佛法的10种圆满呢，无论说自身所具备的5种智圆满，或者说呢，外面顺缘呢所要具备的5种他圆满呢，那我也都具备了。那已经获得了这样子的暇满人生之后呢，那我今生呢就不应该浪费我这个人生，而要好好的呢去修习佛法。那要做这样子的思维。那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具备了暇满人生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如同一些发愿文里面讲到的呢，就是我们不投生8。那所谓不投生8呢，就是不要投生到8种无暇，那要投生10。投生10呢，就是要投生到就是具备10种圆满，就是具备5智圆满和5智他圆满的这种圆满身。所以不生8呢，就不投生到8无暇，然后能够投生10呢，就是能够投生到10圆满的人生。那能够投生到这样10圆满的，具备了就是18种功德的暇满人生之后呢，那也希望说呢，我能够直遇到善知识，那透由善知识的教授呢，能够修习到次第。那修习，而且不仅仅说我能够具备人身，然后能够听闻到道次第的这一些教授之外呢，那也希望说呢，像我今生呢也没有太大的这种重病，没有这种疾病，没有是因为说呢我病得太严重，所以没有办法休息。所以呢，在这些顺缘都具备之后呢，那我要再从今开始呢，到我未死之前呢，我都要好好的去修习佛法，就是立下这样子的誓言。然后立下了这样子的誓言之后呢，那同样呢，也是祈求就是上师佛的加持呢，然后也是做甘露降智的这一种祈请。这种观想方式，然后祈请呢，就是上师佛呢从顶门降下甘露，然后呢能够净除我的罪障，然后让我获得能够得到暇满人生，并且获得暇满身之后，能够如理去修持佛法的这一种功德，就是要去做这一种的思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10页的第3段的第2行开始。
那就是药研之。那在药研之之前呢，如果说我们是分为3个科判的话呢，那在药研之之前呢，就是属于证明暇满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安乐道论所讲的第一个科判，就是思维暇满义大，那就是从第2行药研之开始。药研之，我们得到的暇满所依生呢，毅力极大，就是具有极大的毅力。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暇满人生呢，它是具备极大的毅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依靠着这个暇满身呢，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暇满身呢，它有能力呢，能够帮助我们承办，就是现前呢，以及现前的真上身，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现前以及就近的这种果位。那现前的果位呢，就是现前的真上身。那真上身呢，就是提到说人身还有天身，就是6道里面呢，能够投身到人或是天呢，这种是属于现前真上身。那获得真上身呢，就是获得人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透有持戒。那受用圆满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能够去行布施的缘故。那以及最后面呢，我们的眷属呢能够圆满呢，就是因为修行忍辱的缘故。所以呢，就是说能够获得我们现在的暇满，具备暇满人生的缘故呢，能够获得现前真上身，并且现前的这个真上身呢，它能够承办我们就是受用圆满、眷属圆满，以及获得呢真上身人天的这种能力，那都是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暇满人生的缘故。那特别呢可以受持3种律仪。那有了3种律仪之后呢，可以令我们呢在今生就是浊世呢，浊世就指现在五浊恶世的这个时候呢，然后让我们可以在一生呢快速的成就佛果位。那这些功德呢，都是因为我们具备暇满人生的缘故，所以才会提到说呢，有了暇满人生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暇满人生对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极大毅力的。它具有极大毅力的缘故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持戒的关系呢，获得真上身。那因为呢布施的缘故呢，可以获得受用圆满。那因为修忍辱的缘故呢，可以获得眷属圆满。那这是承办现前真上身。那以及决定胜呢，就是透由手持3种律仪呢，可以让我们在浊世的时候呢，在一生就能够快速成就佛果位。那我们呢就讲到说呢，此生可受持3种律仪，就是我们现在具备去除8种无暇，然后10种圆满的这个暇满人生呢，它是能够呢，就是能够受别解脱戒。3种律仪呢，就是讲到说，第一个呢别解脱戒，那第2个呢菩萨戒，以及第3个呢密乘戒，就是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个所依的暇满人生呢，所依身呢是可以持受这3种律仪的。所以讲到说有可受持呢3种律仪。那下一句呢就提到说呢，因此就是思维上述的这个理由，因为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呢，它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呢，因此那难得而得的这个暇满身呢，那暇满难得呢，会是在第2个科判我们会去做解释，就是思维暇满的那个地方。所以提到说呢，这个很难获得的这个暇满身呢，我们已经得到了。而且呢，获得的这个暇满人生呢，它对我们来说呢，是具备很大的毅力，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呢获得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具备极大的毅力。所以我们获得了这个去除8无暇，具备了10种圆满的所依身呢，我们不可以让它无意的空过，不可以浪费呢我们的人生，而是呢要好好的去取其心要。那取心要的意思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去修行，那能够如是的行持。那为了能够如是行持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呢去取心要，然后不要让我的暇满人生能够空过呢，能够如是行持呢，所以祈求呢上师佛的加持。那透由祈请的缘故呢，就观想顶门的上师佛也是降下五彩甘露，然后呢融入到自他一切有情的身心，将我们无始以来呢所积的一切罪障，那特别呢是升起就是了知暇满义大的这种特殊所证的这种障碍，然后呢疾病，然后非人等这些干扰呢都能够尽除，然后身呢变为纯净光明的体性。那我们的寿命福德呢，一切功德能够增长，那特别是自他的心绪呢，都能够升起暇满义大的这种特殊所证。那在这边呢，就是思维暇满义大的这个科判里面呢，那像在掌中解脱里面呢，他有解释到说，就是又特别呢
思维说暇满义大的时候呢，可以透由3部分呢去做思维，就是思维呢现前义大，然后呢第2个呢思维就近义大，以及第3个呢思维说每一刹那呢都是义大的，就是对我们有很大利益的，就是可以加上这些部分呢，然后去多做思维。那以上呢我们就结束了第1个科判，就是思维暇满义大。那接下来呢就是思维暇满难得。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思维暇满难得。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呢，就是我们在思维证明暇满的时候呢，那透由思维证明暇满，可以帮助我们成立呢，就是我们呢是能够休息的。那透由就是思维暇满义大呢，还有思维暇满义大呢，那就是帮助我们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呢是要去休息，因为暇满义大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要休息正法。那思维暇满难得这个科判呢，就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讲述不完，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再来解释。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暇满。那在第1个呢，思维暇满义大呢，虽然说它只有一个科判，但是呢，对于像是其他道次第的这些解释，像是以广论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安乐道论的第1个思维暇满义大的科判呢，我们可以把它拆成2个，就是思维。就是第1个呢证明暇满，然后第2个呢就是失其暇满义大。那证明暇满呢，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呢，就是如是思维能休息能有闲暇休息正法未暇，原具休息正法的内外条件未满。那这2句话呢，就可以就是第1个科判呢，就是证明暇满的内涵。那后面要言之呢，就是讲到说，思维暇满义大的内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所讲述的正文。那接下来呢，大家若是有疑惑的话呢，就是可以开始发问。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可惜啦，就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是观想甘露光明呢，就是降入体内的时候呢，就是会升起，就是真的有甘露呢进入顶门的这种觉受。那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同时呢，就是也会闻到就是有这种熏香的这种味道。那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就会觉得好像升起这些觉受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所观修的这个所缘境呢，好像会快要丧失，就是所缘呢会觉得好像不稳固。那这个时候呢，该如何做？那阁下来呢就回复到说呢，就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会升起一些觉受。那在升起觉受的时候呢，或者说升起一些感受的时候呢，然后会觉得说我们的所缘好像变得不稳固。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要透由我们的正念，就是无论呢我们在观修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观修清净善知识好了，那我们在观修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所缘呢就是清净善知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的正念呢，就是完全圆在清净善知识的这个所缘之上，然后让我们的心呢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干扰。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好，那最主要呢，你还是要知道说你的最主要的所缘就是清净善知识这个所缘，所以你应该把所有的精神呢，还有所有的精力呢，都是放在所缘境之上，然后不要被其他的这一些感受呢，不要被这些其他的感受所干扰。念到我们请你翻译中文的问题。顶礼葛西，I think OK 念到我有 send 那个 questions 给你，因为我怕我读错。I think 是顶礼葛西，夜末道士为造五间罪，无五间罪。弟子现在可以学习佛法，是夜末吗？那为何35佛忏罪中还要对宝月如来忏悔，来净除五间罪呢？感恩可惜。念到，等一下你再读那个中文给大家，不然觉得我读他们应该听不懂。那这个问题呢，我再重新复述一下，就是讲到智圆满里面的业味导呢，是提到说没有造作五无间罪。那为何呢，在35佛忏里面呢，还要对宝月如来忏悔呢？就是我们过去我们所造下的五无间罪呢？那这边呢，就是
这里所讲的至圆满的业位道，就是我们在讲述暇满人生的时候呢，无论说是闲暇或是圆满，都是以我们今生来说。那以今生来说呢，我们肯定呢是没有去造这个无间罪的。所以呢，对于今生，就是从出生到现在，我都没有造过无间罪，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是业位道。那为什么说35佛参里面要讲到说要尽除无间罪呢？因为轮回没有个开始的缘故，所以我们过去世呢已经轮回过无量次。那在过去世轮回无量次的过程之中呢，肯定是有造过无间罪的。所以35佛所要忏的呢，是指过去或者说今生有造的话呢，那当然是今生有造也要忏悔。但是最主要呢，这边所讲到的是说，我们过去世呢，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前几生呢，就是一定有造过这些罪障，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在35佛忏呢，要尽除无间罪。那如果说今生造了无间罪呢，会怎么样呢？今生如果造了无间罪的话呢，我们如果还没有感受到就是造无间罪，然后还没有感受因为造了这个恶业去感得恶果的话呢，那今生是不可能获得果位的。就是如果造下了无间罪之后呢，今生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果位的。下一个问题，念到就是我传给你的第二个，顶礼格西啦，请问他圆满对谁教转？是指修学的环境吗？比如同修等刹那义大和现前义大的差别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呢，就是阁下回复到呢，就是什么叫做随教转？是指说修学的环境吗？那随教转指的呢，其实不仅仅是修学的环境，因为呢，我们讲说什么是随教转呢？就是提到说，因为我们透由就是世尊降世，然后呢，透由世尊降世说法，然后呢，教法注释的缘故呢，所以和我同样的这些有情呢，就是原本呢跟我一样差不多，或者说比我还要差的有情呢，他透由佛陀降世，然后宣说正法呢，他跟着如是行持呢，那他都能够证得果位的时候，那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内心自然升起了想要跟着修学的心，或者说呢，其他人呢看到这种透由修学佛法能够获得就是果位的这种行为之后呢，然后产生了想要一起修学佛法的这种心呢，是这边所谓的随教转。所以随教转所指的呢，并不只是环境而已。那第二个呢，就是问到说，就是思维现前力大，还有说像思维每一刹那力大有什么不同呢？那所谓的每一刹那力大呢，就是我们在每一刹那，就是指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都可以透由这个暇满身呢，然后来承办这些具有大毅力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呢，做一个简单的供曼达，那也可以累积到很多的资粮，或者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比如说拜大礼拜一拜，那我们知道说大礼拜拜一拜呢，就是能够累积多大的功德呢？那在经论里面就想要说，拜大礼拜呢，当我们身体就是匍匐下去之后呢，那所覆盖这个面积呢，那从我们所覆盖面积，从地表呢一直到地心，或者说到就是经轮所在的这个范围里面所有的这些围城呢，那有多少围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多少次数的转轮圣王的这一种福德。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拜一拜大礼拜花不了几秒的时间，那这几秒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累积到这么大的福德。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思维每一刹那呢皆为义大。那在讲述说思维现前力大呢，思维现前力大是说透由现在的这个暇满人生呢，它能够，因为我们不可能说在今生呢就直接的能够成佛，一定要透由多生的努力。那透由现前力大呢，就是能够获得现前的真上生。那真上生呢，指的就是人天的果位，就是不要堕入于恶趣，不要堕落到三恶道，可以获得到善趣人生跟天生的这种果位，那都是透由我们的现在的暇满生呢可以获得的缘故，所以叫做呢思维就是现前义大。